誒，呢個唔係玩具嚟嘅。蘇子雅呢？蘇子雅，咯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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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命記方面，拓荒者大勝牛仔21分。哎呀，有咩事？白衫主場嘅拓荒者最初憑住麥高林嘅呢個3分波喺入領先，不過其後因為被追和，對手牛仔嘅努力斯基今場入17分，不過命中率就唔咁高啦，起手17次只球啫。拓荒者把握機會反先，艾德烈治攻入20分，拓荒者喺多次領先27分之下，208-87。美國職業高爾夫球聯賽方面，丹麥球手哈比倫喺首回合之後領先。哈比倫喺第一個洞超先一杆，不過全部有8個洞打出一杆嘅小料，結果以低7杆嘅